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6年4月17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汇丰他还发了一个研究报告，这个研究报告明确无误的说出2026年或是房价筑底之年。汇丰研究报告指出，40%首付，3%的房贷利率，租金为房价的2%，持有20年。按这个来计算，20年租房累计租金支出约为当前房价的40%，到期无资产，而20年购房累计利息仅占当前房价的21%，到期拥有完整的资产。排除主观因素，纯粹从经济账面来看，目前买房对比租房仍然节约19个百分点。这个是汇丰他算账，你现在可是租房和你现在首付40%，剩下的按揭按3%的房贷利息，他给你算个账，认为现在买房比较合适。以2025年最新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和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，当前房价收入比已降至 5.9 倍，创下近20余年来的历史新低。汇丰判断，伴随着购房激励增强，2020年很可能是房价筑底之年。汇丰它这个角度也很有意思，它是通过算账，就是你现在租房核算还是买房核算，它这个算法我也不知道算的对不对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是叫刻舟求剑，以当下这种状态来预计20年后一直是这种状态，我觉得这个带一定的欺骗性，所以大家不要上当。它这种算法按照现在静态计算，但是你不知道你现在你贷款买了房，即便它这个算法是对的，你未来20年30年，对吧？你每个月就得支出5000块这个按揭利息，但是你未来20年30年，你能保证你一直有工作吗？你的收入很稳定吗？这不一定。租房你可以你激动，我在这租现在一个月2000，我没工作了，我还在这租2000的吗？我到郊区租1000的，实在不行跟人挤一挤，变成一个本来是一个人租个2居室，现在租个一个房间就得了。也就是租房你可以灵活机动，根据你的收入去调配，但是你买房，你到时候你的按揭贷款是死的。所以我觉得为了忽悠你买房，这些机构什么手段都上啊。而且他这种算法是要你付40%的首付，剩下的贷款。另外一个他说这个当前房价收入比已降至 5.9 倍，这个数据恐怕也是以偏概全吧。2020年第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啊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2782元，中位数是10433元，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2782元，名义增长 4.9%， 城镇是16549元，增长了 4.2%， 农村是7433元，增长了 6.1%， 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10433元，增长 5%， 中位数是平均数的 81.6%， 城镇中位数是14038元，增长 4.4%， 中位数是平均数的 84.8%， 农村中位数是5909元，增长 6%， 中位数是平均数的 79.5%。 他说的是3个月，第一季度是3个月，也就是说你在这3个月里面，你的收入如果是14038元，你就超过了一半的人可支配收入，反正一个月不到5000，这是农村一个月不到2000，它一个季度中位数是5900。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，我也不知道汇丰银行怎么算出房价收入比降到 5.9 倍了。我们再看一则新闻，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，4月16日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1到3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累计同比降幅均明显收窄。3月末，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，这是待售面积指标51个月来首次下降。业内人士认为，商品房销售指标正在明显改善，是楼市小阳春的一个体现。库存51个月来首次下降，是一个重要的积极信号，表明库存压力正在进一步缓解，这也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扭转的重要体现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1到3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1.95亿平方米，
同比下降 10.4%， 降幅比1到2月收窄 3.1个百分点。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1.73万亿元，同比下降 16.7%， 降幅比1到2月收窄 3.5个百分点。所以今天热搜商品房待售面积51个月来首次下降，也就是给人感觉商品房去库存取得了重大进展，商品房的库存在下降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，这个又是一个媒体叫片面的宣传。库存公式也非常简单，一边是韭菜去买，库存就少了；一边是开发商还在盖，库存就在增加，就这么简单。这边开发商还在盖房子，那边韭菜在买房子，原来的库存加开发商盖的，再减掉韭菜买的，就是新的库存。现在新的库存稍微有所下降，那这个你说是哪个变量发生变化？如果开发商他不开发新房子了，好，韭菜买一套，他库存就少一套，库存就在下降。如果是开发商还在正常的盖房子，但是韭菜买房子的速度快了，那是不是库存就在下降？这种下降我们认为它是好的、健康的。开发商是正常的在盖房子，这个韭菜迫于自己需要去买房，韭菜买房速度快，买得多，那库存在下降，这是好的。但是现在这个库存在下降，6个月的下降，这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开发商盖的房子少了。你看1到3月，对吧？这是统计局给的数字啊，竣工面积是大幅下降啊。反过来再看，韭菜买房的速度是下降的。你看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都是2位数下降，1到3月份销售面积下降 10%， 销售额下降 17%。韭菜买房速度下降，大家脑补一下这公式，库存也下降了，说明开发商盖房子的速度下降更快。那开发商不盖房子了，那你韭菜买房子速度下降再快，它的库存也在下降，卖一套少一套吗？所以说你不能简单的看库存好像比少了一点，这个就是什么利好消息。库存下降，你主要是看韭菜买房的速度，还是要看韭菜买房的速度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如果是因为开发商不盖房子导致你库存下降，那韭菜好歹他要买2套房，刚需，这种是自然下降。那么导致什么？你开发商不盖房子，那开发商不都得喝西北风吗？都得关门吗？是吧？什么保利、什么中海，这些是不是该关门了？该暴雷了吧？地买了，不盖房子，那他干什么？所以我说媒体他就喜欢片面宣传，什么库存下降，51个月来首次下降。这个库存下降，如果是因为韭菜买的多了，那这是好消息。韭菜打破脑袋跑去买房，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去买，导致库存下降，这是个好消息。所以说楼市小阳春让这些媒体逮住机会在这儿叫片面宣传。我在想，你靠忽悠有什么用？你车忽悠韭菜去买，你不是害了韭菜吗？韭菜买房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你的兜里有多少钱，你扛风险能力，你要贷30年的贷款，那你能不能这30年老天保佑你不失业，你能找到工作，你有稳定的收入，能不能做得到？这社会允许吗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忽悠这些人去买房，这个就是有点坏。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小阳春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咱们在以前节目说了很多遍了。今天第一财经他刊登一篇报道，实际上就验证了咱们以前的说法。第一财经他这个4月16号23点就是夜里发的一篇报道，标题叫4月过半，上海二手房以晚签 1.32 万套谁在入市。4月份前半个月上海二手房是 1.32 万套，那就明显的比这个3月份要下降了。3月份是 3.1 万套，平均半个月是 1.5 万套，不到 1.6 万套。那4月份半个月只有 1.3 万套，那就下降了，降温了。但是第一财经他就说了，那到底是谁在买房？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第一财经怎么报道的。他说，从观望到入场，越来越多的普通购房者正在改变节奏。2026年金3银4，上海二手房市场成交明显放量，有人为孩子入学抢时间，有人踩着周期回归市场。在数据与情绪交织之中，一轮刚需为主加改善跟上的买房潮正在悄然展开。等不起的学区房，韩晓把买房这件事形容为一场拖不起的长跑，
她和丈夫都是90后，从山东来到上海打拼，已经租房生活超过10年。孩子出生后，这件事开始变得具体而紧迫，不再是要不要买，而是到什么时候就必须买。什么意思呢？买房就是刚需，直接跳过要不要买，而是什么时候买的问题了。今年3月，他们在徐汇区签下一套总价300多万元的老房子，房子楼龄偏大，甚至还需要重新装修。我们看房其实已经3年多了。韩晓回忆，从孩子出生开始，他就频繁出入中介门店，登录看房软件。前几年一直想着等等，说不定还能再跌一点。他说今年真正改变他决策的不是价格，而是时间。打听下来，他说大部分热门学校都要人户一致，而且入户时间越长，入学越稳。我们算了一下，如果再拖1年，孩子入学的确定性就会降低。他说你看，也就是你今年在这买房，把户口转过来，你今年还不一定在这学区能上，你的户口在这时间越长，越有机会上。你说这叫什么事？万一那个学区孩子多，那如果是100个孩子，但是他只能招50个，那他就看你谁在这时间住的长，谁优先入学。住的短的，后来才搬过来的，对不起，你还上不了。你说这叫什么事？今年春节后，市场的微妙变化也让他意识到窗口正在收紧，明显感觉带看的人多了，中介也开始说房东不太愿意再降价了。也就是他孩子才3岁，实际上6岁上1年级完全可以再等3年，但是因为这个政策，他就得抢跑，提前买房。你说这都是这些人被逼上车，都是这些入学政策导致的。学区房那种原本买方市场的从容正在一点点消失，最终他们选择出手。你要是想孩子上学，那你就得提前出手了，那没办法。当然了，有人说孩子上学不重要，因为哪个学区都行，那是有的父母是想得开的，还有的父母总想着我既然有这个能力，尽量上个好学校吧，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刚需。谁都不希望孩子就摔倒在起跑线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最典型的刚需，要一个自己的窝，也要一张学校的入场券。韩晓说相比之下，张默的买房路则是先离场再回归。这位85后上海本地人在2022年卖掉了他名下唯一住房。当初卖房就是发生在疫情之后的夏天，我老公生意受疫情影响周转不过来了，中介说市场还不错，我就把房子挂牌了。他回忆那套房子最终以600多万元成交，后来很多人说我厉害，竟然能卖在高点，但其实我真的不懂周期，是出于无奈卖房，被现实推着走。对，他是为了弥补生意上的亏空，对吧？要钱周转，22年卖房，误打误撞，卖房解决了生意上的资金问题，但张默的生活质量却明显下降。他们一家搬进了原小区附近一套老破小出租房，为了节省开支，租金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，落差还是挺明显的。张默坦言，从自有住房到租房，心理上不安感一直存在。过去2年他一直在看房，但始终没有下定决心，总觉得可能还会再跌一点。他说直到今年3月，他终于再次签约，花了400多万元买下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楼梯房，价格到了我心里的位置，那我就不想再等了。他形容这次买房更像是凭感觉，但这种感觉背后其实也有他历时2年多的观察与反复权衡。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，有机会再买回来。他这个状态好理解，因为他房子是600万卖出去的，一卖完之后的房价就一直在降，现在降到400万，他没有负担，他一买，他反正200万的差价已经赚到了，弥补了他生意上的亏空。反正他就这么一套房，他钱够，他这就是消费，他就一家人住着舒服点，本来住在老破小里面憋屈，现在住着100平的，他当然没有负担，对不对？他愿意买。但是有人说了，那你再等一等，会不会300万呢？他不想等了。所以第一财经他就主要是报道这2个人，一个叫韩晓，孩子上学等不起，一个是叫张默的，因为他房子卖得早，现在有差价。所以这就是上海小阳春，大家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个事。为什么还有人在买，有人在卖？不就这点事吗？
所以我们一直说他为什么会一个小阳春，就是因为学区房的事情。但是说来说去，年轻的家长为了学区房也可以，但是还得根据自己的财力，根据自己抗风险能力。你想为孩子谋一个好的学区房，谋一个好的学校，这也说得过去。但是如果你未来对吧，要失业，完了你加杠杆买的房，到时候还不起按揭贷款，那个给小孩的打击远远比那个学区房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，对吧？还不如给小孩提供稳定的居所，对吧？如果加杠杆上的这种学区房，实际上也是给自己上了一个枷锁。这个我看了一下，各路专家现在都跳出来说，楼市小阳春有望持续到5月，理由反正是五花八门。总之，他们认为小阳春要延续到5月，但实际上从上海的数据看，上海现在对吧，半个月只有 1.3万套。我在想，他这个整个4月份大概也就25000套吧，跟3月份相比是明显下滑，对吧？下滑20%以上。那其他地方就不用提了，上海是叫一枝独秀。咱们经常这个介绍，有很多网友写的文章，对吧？亲身经历，有多少人为了一套学区房，最后身陷囹圄，加杠杆买学区房，理由都很冠冕堂皇，为了孩子，但是他忘记了风险，最后非常狼狈，半生白忙。这样的悲惨故事多了去了。今天我在网上又看到一个网友写的帖子，多少人为了一套房子中年返贫。作者说他初中同学因为房子中年返贫了，他的同学2018年首付20多万，贷款100余万买了一套4居室的房子，这个还不是在一线城市，一线城市买不了这样的房子。当时说她老公每月工资1万元，她自己本人呢是3000，13000家庭收入，孩子刚上幼儿园，开销不大，每个月还了4000多的房贷，还有结余，那就正好，对吧？13000，小孩上幼儿园，然后再刨这个4000多的房贷，日子过得还挺好。本来这是好事，这么下去的话，30年，对吧？那还是很幸福的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说第2年他们就生了2胎，我同学就辞去工作，就是那个当妈的，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。这是第一步，这中年返贫第一步嘛。好景不长，2020年因为疫情，她老公大部分时间居家办公，工资也砍半，3000的收入没了。老公本来1万，现在变5000了，就这么个事。那家庭收入由13000一个月，直接就掉了5000一个月。好在他们之前预备了1年的房贷，生活虽紧还能维持，他就1年的房贷他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样过了2年多，她老公公司大规模裁员，她老公经过不懈努力，最后留了下来，代价是降薪30%。疫情结束之后，公司不行了，要么你就走人，对吧？裁员，要么你要选择留下来，那就降薪30%。她老公选择降薪30%，那就一个月只有7000，家庭收入一个月7000块钱养家，一家4口人呐，2个小孩，还要除掉4000多的房贷，冰冷的数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7000你减掉4000，那也只有3000了。3000块钱一家4个人，还2小孩，你说这个日子过着是什么样一个日子？那绝对是要勒紧裤带省的。说于是他们终于决定卖房，从挂牌到成交，整整煎熬8个月。到第3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动静，同学的心态就崩了，积蓄早已见底。他们开始在手机各种平台借钱还房贷，每个月就是拆东墙补西墙，最后房子卖出去了，亏掉了他们攒了7、8年的首付和装修钱。他们辛苦打拼的成果犹如泡影，但拿到钱的那一刻，竟感到一阵虚脱般的轻松，仿佛是扔了一个烫手的山芋。当年买房有多憧憬，今天卖房就有多恍惚。如今房子没有了，2个孩子正等着花钱，两边老人身体也大不如前，而她因为要接送孩子，找不着合适的工作，每个月靠着她老公7000来块钱生活。她说现在去超市连买块肉都要掂量再三，7000块钱管一家4口。关键是这个多危险呐！她老公能够干一辈子吗？随时有可能面临被裁，一旦裁掉了，
这一家4口就断炊。人近中年，仿佛走在一条越走越窄的堤岸上，一场大病，一次裁员，一套断供的房子，甚至一个错误的投资，可能成为生活的拐点，让人坠入深渊呢。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要拿小孩做借口，什么必须要买学区房，对吧？一个你承担了不该承担的风险，你承担不起的风险，你拿你，对吧？这个不稳定的收入来对抗30年的这个贷款，关键是有的小孩上了好的学校又有什么用呢？不是所有的小孩都适合学习，万一你家孩子的不适合学习，那他在那儿反而受到这个心理压力，有可能对吧？这个就心理不健康，每天自卑焦虑，最后一旦失业，对吧？学区房也保不住了。上海这个小阳春呢，还有3万多个家庭为了学区房，孩子以后就是大学毕业，那也是送外卖，开网约车。所以还是要掂量，就是你要买学区房，不要拿小孩做借口，要拿口袋来冷静衡量，否则追悔莫及。这个房价涨跌都不好说，对吧？也可能涨，也可能跌，但是你的收入、你的工作是不稳定的。好，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谢谢大家。